2日，第8屆立法會換屆選舉提名期結束後首個週末，香港島東選區5名參選人：1號工聯會吳秋北，2號民建聯席潔玲，3號新民黨郭浩景，4號自由黨阮建忠，5號民建聯李青霞。分別於太古康山道、柴灣街市、灣仔及北角港鐵站出口等地設置街站，展開密集宣傳，形成多場正面交鋒，現場氣氛熱烈。各參選人及其團隊提前佈置宣傳物料，手持傳單向來往市民致並闡述政綱。參選人圍繞長者福利、交通、振興經濟等民生議題提出主張，言辭懇切，凸顯自身政策優勢。有現場市民表示，此次能夠同時觀察多位參選人的表現，有利於綜合評估其論述質量及誠意。如果想了解更多選舉新聞，可以查看港紙 Post 地區報或 Facebook 專頁。